釋迦牟尼佛曾經講過，我即使擁有宇宙間最強大嘅神通，但係仲係有4件事我係做唔到嘅。第一，因果冇辦法改變，自身做落嘅因會結出相應嘅果，後果係要自己去承擔，旁人係冇辦法替代。所以唔相信因果嘅人係難以被度化嘅。第二，智慧不能夠賜予，任何人想開啟智慧，都離唔開自身嘅領悟同埋歷練。所以自身唔去領悟，唔去經歷磨難，就妄圖開悟嘅人，都係無法被度化嘅。第三，真法難以言說，宇宙嘅真相係好難用言語講清楚嘅，只能夠依靠親身嘅實證。所以內心充滿懷疑，唔相信你嘅人，亦都係唔能夠度化嘅。第四，冇緣分就冇辦法度化，所以即使你修行已經達到一個好高嘅境界，亦一定唔能夠輕易去度化佢，包括自己嘅親人。喺呢一個繁雜紛亂嘅世界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功課同因果。當你所闡述嘅正確見解超出咗佢哋嘅認知範圍，佢哋會本能咁加以拒絕，因為喺佢哋身上無形嘅業力係冇辦法接納你所傳遞嘅正知正念，除非佢哋碰咗壁，又除非佢哋走投無路之後主動向你請教。咁嘅時候，緣分到啦。真正慈悲係源於深切嘅愛，而呢一種愛並非為咗控制，而係允許、理解同包容。只有當你放手，俾對方去經歷佢哋必須要去經歷同埋磨難，當佢哋喺覺醒嗰一刻，你依舊能夠喺燈火稀疏之處等待佢哋回歸，咁先至係真正嘅愛。你應該做嘅係俾佢哋做返佢哋自己，而你自己呢，就唔好去被影響同埋消耗。你只需要回歸自身，接受上天俾你嘅各種磨難同埋考驗，借助虛幻嘅世界嚟到去修真，破除虛妄，回歸本真，全力以赴咁去提升自己嘅生命層次，喺更高嘅層面上展現出意識嘅自由同自覺，展現出靈魂嘅圓滿無缺。你可以盡管放心，只要你活出真正嘅自己，活出靈魂嘅本質，活出光明同埋良知，活得積極豁達、平和愉悅，令你自己成為光，成為愛，咁樣先至能夠去影響身邊嘅每一個靠近你嘅人，咁樣佢哋或者先至會因為你嘅愛而接近愛，接近本就圓滿、本自具足嘅自己。